而且请的讲师都会不一样，就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那么不外乎是要我们来学圣先佛，因为圣先佛是绝对的正知正见。那如果说我们去有时候听演说家像我们现在很多职场里面都有请演说家来演说，那么那些演说家所讲的是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知识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要学专业的知识，能够转世成智。等一下我们11点到12点，我们聘请了唐文勇讲师，他要来讲的就是我们怎么大环境的环保跟健康。那他就是讲的专业的知识，他会跟我们讲得很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心灵的富翁，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灵上的一个资料所以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只要你心灵上的资粮充足，能量能够充足，相对的成一中行一怪的东西，我们就去注重就注重吃的用的都会注重像与会讲师，他现在的专业知识是美乐家，对不对？跟各位介绍，美乐家的洗衣精超好真的，为什么？因为一套短的那批让这一台，其他的洗衣精绝对洗不起来，我不会骗你，因为那个谁雅丽有送我用以后，我就一直维持着这个好的东西跟各位介绍，我不是在帮他做生意我没有那个是刚好来到这里跟各位介绍。那这个就是一个环保知识，还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跟我们的学的不一样，所以我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美化心灵，挥洒生命。我们今天就是要开始来美化我们心灵。那我们要美化心灵，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认知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而且就要来跟各位分享第一大题的。那要分享以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谓人生这一层比较慢一点。这个影片或许可能要收短，不要让我们从头看到尾，因为从头看到尾可能会用比较多的时间。这个人就是以前的我你们注意看以前的后学。来到这个人生以后，想一想摩拳擦掌开始之梦他以这个吃为因来做一个比喻，就是开始吃他的梦。其实我们到人间从小从幼稚园到大学，有看到没有？我也很少看资料那没关系这样比较清楚你看，他就是跟我一样，今年60岁了只有多长梦，他一直就一味的吃，不知道生命的价值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会一直吃我管他以后有多长了你看都要掉到6道轮回了，还不知道起，哇，你这紧张可是有一天就亲像叫妈妈很管你看伊也细了，食来讲食来你看到了，就是家己细命都要贴上去了。这个叫知梦的人生。因为我们要把它实践所是要交给弟兄他到现在学习还好，可能还来得及，因为他在快要掉到6道轮回的当下，他转世成智，要赶快的来拿到他的那个智慧剪刀，要剪掉他的一些烦恼、执着、妄想。
哦，各有背景，因为人讲，上知文德，其义言之，这是用之文德啊，就尊就讲。可是呢，而且我当时讲还好他的觉醒，你看连他的头发都剪掉了，赶快的觉醒，他会把他这两只织梦的这两只钩针把它转掉。你把不准备起来之后，这个方很容易起来啊，因为我们直接有线那他来到这里，拿起他智慧的剪刀，就是人生本来生活就是非常简单的，加热水加情感，那共美做简单的写进去，可以在那个转改里面那我们大概这个就是一个织梦的人生。好，第一，我们来谈人生。何谓的人生？人生就是我来到这个人世间，到你最后一口气，这一段叫人生，也就我们生到死的这一段过程叫人生。那么人生就是我们生命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步一脚印，稳稳踏着过着的人生。但是人生有很多种，有很多种。人生一生，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就跟刚才的织梦的人生一样，不知道。唯有觉醒，你才能够了解说，原来人生就像一场梦，自此方醒。有的人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棺材不掉泪。或许来分享我们马东那个李登鹤先生的儿子跟媳妇，这是我昨天早上听到的一个消息。一大早7点，或许刚才7点如果没有吃，或许是刚起床的，刷回来，结果电话响了，赶快跑去接，去接就有一个女生哭的说明她也知道我做错了，就跟我说她老公这几天，因为她老公礼拜2回口往生了，那她这位老公跟她已经吃素28年，吃素28年，各位姐姐，但是他是学佛教的一个佛教徒，那后学跟我们的组长还有我们的点传师也都曾经去恳请他要亲口。你既然吃素，你就要去立亲口愿。可是他们说没关系啦，我们那个退休以后再来亲口，再来跟我们道场一起学习，我就这样子就好了。可能也就是随缘的一个素食。那有没有这个跟我们立愿以后的甜点一样不知道？可是他说，他这几天他老公一直跟他托梦，这一个魏地理小姐就是我们这个李太太。李家的媳妇，她虽然吃素，可是她还没有求道。她还没有求道，她昨天早上跟我说的，说她要来求道，求道以后要在道场跟我们一起来了愿。那了愿到明年要参加我们的亲口班。我说你才年轻就求道，她生2个女儿，女儿都很大学毕业的当班了，她还没有求道。我说你还没有求道，他说对呀，我还没有求道，我打说屁耶，说好，那你还没有求道，那赶快来求道。我们11月22号我们有办到决天，本来今天要请他来求道，但是他今天要去5分钟看他老公的茶会，那他跟后姐说，他明年一定要亲口，那他亲口可不可以带着她老公一起亲口？我说那你老公已经没有这个肉体。怎么亲口？他说真的，恳求助理，你跟点师报告，怎么办可以让我带着老公亲口？那后姐听完以后，7点多了，很多点师可能还在睡觉，不敢打扰他，我一直看时间，连线香线香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线香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卡都没有线上去就开始线香。
见完了那个日月灯哦，也就熄掉了。哎，走到后面的那个后面烧开水的，哎，那我的茶没有接上去，再打开电灯，重新建盘。这个就是我的心已经不在焉了啦，因为我一直在盘旋，这个怎么会只是爸爸她老公走了，要惊恐，因为她就一直执着这个点。她说她老公住宿要放在5楼，我说没办法，她打电话，物品打电话给我，她本来是打给她的子长，她的子长手机一大早都还没有开机不像叫妈妈24小时开机那。他就打后续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她老公在生前的时候，我们有去成全她要接口，她老公要接口，可是她就是这位李太太跟她老公说，我们退休再接口，结果我们等她退休没有，上天没有等她退休，结果她老婆支持她不要接口，因此她现在搁在心里面的一个结，就是说怎么办？因为天上的果位人间定，没办法放在5楼，所以我们人之慈悲，就让他放在4楼或者1楼。那等他接口再说，人之也怕他摸一些，他还是要去请示前人怎么办他的一个请求，因为众生的请求，我们当人才还是点人师的，一定要去看怎么去圆满。后面就跟点人师报告说，人之慈悲你有智慧，你怎么让我们对李太太来布置她的功德？所以各位姐姐，我们能够真的把握当下，立心口愿，是我们过去是修来的一个福报。所以在《金刚经》中心稀有跟第6里面就跟我们说，我们是在1佛、2佛、3、4、5佛所种诸善根以千量来。1600这公仔写他是1分2分35分收取现金，1不用1000万收取出现金。那么这样说，在我们过去式，我们就是一个持戒修福者，或许都这样思考，我们有持戒，只有吃素，你没有利愿，你只是修福报，还是说你只有没有修慧的话，没有福慧双修的话，我们只修到福报。因为在弘扬你的时候大道没有普传，要求到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那么简单。那我们现在弘的大道普传，就可以求到，又可以学到，又可以听口，又可以了到尽到，到最后我们要成道。所以结果才跟我们说，求道要靠根基，根基是得是修来的，你才有根基深厚来求道。求道要根基主德佛缘3缘具备才可以来求道。那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这样的普传的办道，要